各位弟兄姊妹，今日特別同大家嚟到去分享登山寶訓。我哋會去到第7章1到6節，嚟到講到論斷人者必被論斷。嗱，到底咩叫論斷呢？論斷一般嚟講係針對到可能係有啲嘅人你唔中意，因為你唔中意佢，所以因為咁樣嘅緣故呢，你一有機會就講衰佢。嗱，講衰呢未必係根據事實嘅。如果你係提出事實，針對嘅事實，舉一個例，如果你聽到某啲人講嘅嘢呢同事實唔符嘅時候，你提出嗰個嘅事實嚟到話我知道嘅事實同你講嘅唔同喎，我知道嘅係咁，你頭先講嘅係咁，你可唔可以澄清呢？嗱，呢個唔係論斷。論斷嘅意思呢，就話一開始就話大炮精、大話精。嗱，當我哋去咁樣嘅時間呢，嗰個已經係去到一個結論啊，嗰個叫結案陳詞啊。我哋當咗我哋法官啊，咁呢個呢係有啲唔同。嗱，第二種呢，就係我同佢有一啲利益嘅衝突。我諗呢個呢喺政界特別多，選舉過程嘅當中，大家有冇睇到喺選舉嘅裏邊唔同一啲嘅候選人互相攻擊嘅場面呢？可唔可以舉手啊？有幾多人睇到嘅？嗱，有好多呢，老實講係涉及到論斷有關嘅，即係當正自己已經知道晒整個事實嘅真相，然後跟住呢，知道晒我講嘅嘢呢，我諗嘅嘢呢，我嘅判斷呢係真嘅，係完全全面知道晒噶，審過噶啦。而跟住第三呢，我有一個身份嚟到判你，即係當自己係一個官法官。咁呢個呢係另一樣。咁第四樣嘢呢，就係諸事，知少少，但係就加咗好多幻想喺度。咁加咗個幻想之後呢，就將呢啲嘅幻想當作真嘅，咁就傳出去。嗱，呢一樣嘢呢係好危險嘅，因為當我哋咁樣去傳出去講人哋嘅時間呢，好容易會涉及到一個叫誹謗。論斷你唔傳播呢，未必係誹謗；你私底下講，未必係誹謗。而當你傳播出去，有人撲你嘅時間呢，呢個隨時會成為一種誹謗。誹謗係乜嘢呢？有人話係一條毒蛇，而實際上呢一條嘅毒蛇呢係有翼嘅，佢唔單止會爬，佢會飛嘅。同唔同意啊，弟兄姊妹？可以飛得好遠嘅，係由香港即時可以飛到加拿大，飛到美國，全球呢可能都會知道晒。所以我哋見到喺今日呢，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嘢。另外有一個原因呢，點解會論斷呢？就係不饒恕，我要報復。但係無論點，我哋會睇得見論斷嘅人係自視清楚了解一切嘅嘢。第二，自視自己係一個標準。第三，自視係一個嘅裁判官。咁做一啲呢，係因為妒忌而產生一啲嘅論斷。實際上論斷係邊個時候先係有呢？唔係21世紀而家嘅香港先至有，自古至今中外到處都已經有論斷呢一回事。我就想同大家嚟去講一講其中一個呢係論斷嘅一個嘅我記得嘅一個古仔。咁呢個古仔呢，就話說呢，孔子嘅弟子嘅當中，佢比較器重呢係一個叫顏回啊，即係特別對佢嘅品格嘅方面呢，覺得佢好高尚，所以好多嘅時候呢都會讚佢。嗱，有可能呢弟子其他嘅弟子呢有啲醋意喺度嘅。咁有一次呢，話說孔子呢就被圍困於蔡國同埋陳國之間，7日都冇飯食。咁子貢呢就突圍，咁突圍之後呢就帶咗一啲嘅米同埋帶咗個煲。然後跟住呢，顏回就煮飯俾孔子食。點知呢，好衰唔衰？子貢睇到顏回煮完飯之後呢，揭開個煲蓋，哇！突然間揦咗一紮飯塞咗落口啊！然後跟住呢，就將個蓋冚翻，然後就攞去俾孔子嚟到食。子貢呢，喺個時候喺顏回一走咗，即刻同阿孔子講咗啲嘢。
佢就話：夫子，你信唔信呢？一個人窮啊，就會志短呢？人窮就會志短呢？咁孔子就話有可能嘅。咁啊，跟住佢就話啦：我頭先睇到啲嘢，我睇到顏回煮完飯，開咗個煲蓋，拿咗一飯自己食先，然後俾你。孔子聽完，佢個心裏邊咧就唔係話好順，但係咧又想真係睇下啦咁樣。咁卒之咧，佢就叫咗顏回嚟，佢就同我講：我突然間諗起咧，其實咧我需要先祭天，然後先至祭人，即係我先食嘅。我要俾一啲乾淨嘅飯咧祭咗天，然後我就會食啦咁樣。顏回一聽見之後，佢即刻同孔子講：夫子唔得噶，因為呢個煲咧頭先咧係有啲炭灰啊跌咗落去嗰煲飯嗰度，我睇見有啲炭灰跌咗落飯嗰度，棄之可惜。但係如果我咁樣俾你食咧，我對你好不敬，所以我就拿咗嗰啲炭灰嗰部分咧，我塞咗落口。呢啲唔係乾淨嘅飯。夫子請你唔好祭天，食可以。孔子聽完之後，喺眾弟子面前，佢講咗呢個說話。佢好多時候我哋信我哋嘅眼啊，能夠睇晒所有嘅嘢，但係實際上我哋係咪睇得咁清楚呢？未必噶。唔好以為我哋嘅眼可以睇晒。第二，好多嘅時候呢，我哋信我哋嘅心。我哋明白晒我哋所諗嘅嘢，但係我哋心所諗嘅係咪真係咁清楚呢？都未必㗎。而跟住用翻顏回呢一個嘅事呢，嚟同佢講，佢話呢，顏回咁樣做，我設身處地，如果係我會唔會咁呢？而跟住佢話，如果係我都會將嗰啲炭灰嘅部分攞咗，我食咗佢，唔會嘥。然後先至將嗰啲冇炭灰嘅嗰部分俾其他人食，我都會咁做。嗱，呢件事嘅本身咧，俾我哋睇得見咧，原來古今中外到處有同樣嘅嘢係會產生。一陣咧，我會同大家嚟到分享林肯都係有同樣嘅一啲嘅問題，同大家嚟到睇到呢啲嘅時間咧，就俾我哋睇見耶穌基督喺2000年前嚟到講到呢一段嘅聖經嘅時候，唔好以為淨係嗰個時間耶穌嘅門徒或者當時嗰個處境先會有呢啲嘅嘢。我哋可以睇得見呢個嘅教訓雖然已經有2000年，但係一直到而家為止呢個現象未停過。但第二呢，聖經裏面教導嘅真理由頭到尾冇改過。而到而家，如果你同我識得去應用，肯去應用嘅時候，我相信對你對我同埋人嘅關係肯定有幫助。我哋首先去睇一睇呢一段嘅聖經，馬太福音7章1到6節。大家揾到嘅時候，我同大家輪流嚟到讀呢一段嘅聖經。我讀一節，大家讀一節；我讀單數節，請大家讀雙數節。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後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轉過來咬你們。喺呢段嘅聖經嘅當中，耶穌基督好清楚同我哋講，不要論斷。但我請大家留意，佢唔係話不要誹謗啊，誹謗係論斷再進一步。
二者嘅分別係咩呢？論斷可以係私底下嘅，論斷可以喺你嘅心裏邊，甚至論斷你淨係同你嗰啲老友記兩個喺度傾，一傾咁就開始講人哋嘅嘢，背後去講或者，但係一去到誹謗嘅時間呢，你就係好想將呢啲人傳出去啊！呢個已經係構成一個叫做誹謗。二者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唔係完全一樣嘅嘢。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喺今日嘅法律呢，係制止傳播出去個影響，但係今日嘅法律呢，唔會去制止人嘅心裏邊嘅議論，唔會制止人私下你對某啲人嘅評論，更加唔會諗去改變一啲人嘅態度。留意嚟到睇到聖經嘅時間，佢係直接針對緊我哋裏邊嘅態度嚟到講嘅。耶穌基督對我哋講：你唔好論斷人。點解？因為如果你論斷人嘅時間呢，你哋都會被論斷嘅。所以佢就話：你哋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即係話，如果你論斷呢，就會被論斷啦。我想問一問大家，有幾人相信被論斷嘅人係心有不忿嘅？可唔可以舉手啊？OK， 嗱，我再問多次，如果你被人論斷，你俾人喺度喺度講大爆證乜乜咁，即係猛咁講衰你，即係甚至將一啲嘢誇大，將啲嘢捏造嚟到講你嘅時間，有幾多人都會頂唔順，有機會你會反擊嘅，有幾多人都會咁啊？好唔好？舉手啊！好啦，嗱，人嘅常情就係咁嘅，你論斷人咩？人哋一有機會咪論斷翻你咯。你論斷人越多呢，就越多人呢會論斷翻你，同唔同意啊？而帶嚟嘅結果就係乜嘢呢？帶嚟嘅結果啊，就你自己吃虧咯，你自己唔開心呢，你到處樹敵咯，然後跟住呢，你就會去到周街呢，可能都好似有啲人呢，即係針對你嘅，心裏邊有一個嗰個叫心魔，好似有一個人。佢有一段嘅時間咧，就成日講隔離鄰舍。嗱，呢個人佢自己同我講嘅，即係講隔離鄰舍咧，呢個唔好，嗰度唔好，即係好差。點知咧有一日突然間翻嚟嘅時間咧，隔離鄰舍嗰隻狗咧本來係擺尾嘅，但係有一日翻到去嘅時候咧，狗唔擺尾啊，咗條好惡咁望住佢，而跟住佢就話：連狗都咁睇我。你家人啊，物似主人形啊！呢個主人梗係唔知講咗我啲乜嘢啦，令到啲狗咁樣嚟對我啦。佢同我講嘅時間咧，我話狗唔會識聽人講嘢嘅，即係點解你要咁諗咧？而跟住佢就將啲事講咗出嚟。講完之後咧，我心裏講：你個心有什麼？實際上，當你講人嘅時候，人哋未講你啊，你已經懷疑人喺度講緊你，因為咁樣其實直接影響嘅係我哋自己。你瞓未必瞓得好，你出街成日會認住有人針對你，你做任何嘅嘢，特別係一啲咧唔係咁完美嘅嘢，你好驚俾人影咗相嘅，人哋將你 post 出嚟，周圍去傳你。咁樣嘅生活開唔開心，快唔快樂？弟兄姊妹，呢個係值得你同我去諗嘅。林肯喺佢競選國會議員一段嘅時間，做緊見習律師嗰段時間添，特別係犀利，就係為咗打倒嗰啲嘅對手啊！所以咧，佢有一個嘅我叫做屎橋啊，呢個係屎橋嚟，就係今日好多嘅政客都會用嘅。呢個橋就係乜嘢咧？去攻擊對方。有少少嘅嘢捉住，但係就將佢誇大，然後加埋自己嘅幻想力，然後就將佢嚟到去講啦。咁樣講咧，佢甚至寫好多嘅嘢，故意咧就劈喺嗰啲當眾嘅地方啊、街啊嗰啲咁樣，又唔注明啊，又唔成啊，然後去講呢啲人係點衰、點衰、點衰咁樣。冇諗到，當佢見習律師完咗之後，佢收到有一封信，
呢一封信就話係佢一個嘅政敵同佢講：我忍無可忍，我已經預咗一個時間，我要同你決鬥。嗱，嗰時咧係有決鬥嘅，大家知咩叫決鬥？你知唔知啊？鬥快攞槍出嚟射低佢咯。嗱，呢個就係決鬥。當時西部牛仔片嗰啲嘅成影咧都有嘅。咁呢一個嘅政敵啊，佢忍無可忍嘅情下邊咧，佢唔再忍啦，佢要公開了結呢一件嘅事，要同佢決鬥。係因為咁樣嘅事，係令到佢自己本身困擾咗好耐，卒之喺佢回應嘅時間，佢同呢個人道歉。我為咗要得到國會議員呢啲嘅位，所以我過去係用咗呢啲唔合宜嘅方式嚟到做呢啲嘅嘢。你嘅憤怒教導咗我一樣嘢，就係話但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唔係君子應該有嘅行徑。從嗰個時候開始，林肯佢話佢立志唔再論斷人，唔再誹謗人，而係淨係嚟到做好佢自己嘅本分。佢就做咗一個咁樣嘅立志。我諗我睇到嘅時候，我心裏面諗係，原來有好多嘅時候，當我哋去論斷人、攻擊人嘅時間呢，有意無意之間呢，你會踩到好多人，人哋會踩翻你嘅。而第二樣嘢呢，你嘅心魔都會話俾你聽啊，你活得唔快樂噶。弟兄姊妹，喺呢段嘅時間，耶穌佢就清清楚楚話俾我哋聽，你哋唔好論斷人，免得你哋被論斷。然後第二節更進一步，點樣更進一步呢？就係論斷人嘅人係點樣被論斷呢？我哋一齊讀第二節，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器量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喺呢句嘅聖經嘅裏邊呢，係講出論斷人者點樣被論斷法呢？第一，方法，個方法，你哋點樣論斷人，人哋亦都會點樣論斷你噶啦。你個方法用電郵，人哋個方法電郵；你個方法上網，人哋個方法就上網；你個方法 Facebook， 人哋方法 Facebook；你個方法登報，人哋就登報；你去賣新聞，人哋就賣新聞。嗱，而且有可能仲多過你添。你用乜嘢橋，人哋就用翻咩橋。呢個第一樣嘢。而第二樣嘢呢，就係程度，論斷嘅程度。嗱，聖經裏面講到，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你嘅程度啊，人哋都會照足啊。你論斷得我咁緊要咩？我就要論斷得你更加緊要，甚至都要咁緊要。你話埋我阿爸阿媽、我太太、我仔我女咩？我要將你6代我都要鬧埋你，我都要講埋你出嚟。總之你牽連乜嘢，我就牽連乜嘢。你用咩嘢方法，我就用咩方法。你去到幾多，我就去到幾多。你去到幾盡，我就去到幾盡。呢個叫報復。各位弟兄姊妹，人嘅常情就係咁樣嘅。如果你咁樣對人嘅時候呢，人哋就係咁樣對翻你，甚至仲多啲添。難怪猶太社會裏邊有個拉比叫做 Hillel， 其實幾出名嘅 Hillel。嗱，佢自己咁講，佢話人唔應該論斷人。點解呢？因為第一係冇人能夠知道別人所有事情嘅細節。同唔同意啊，弟兄姊妹？嗱，呢個我哋同意嘅喎。第二係冇人可以完全絕對客觀嘅，係冇一個人係完全絕對客觀嘅。同唔同意啊，弟兄姊妹？一定會 take side 嘅。OK， 你仲是話我冇 take side 咁，人哋梗有人話你 take side 噶啦。嗱，第三呢，亦都冇人有資格。你唔係完全噶嘛，你唔係神啊嘛，邊有資格呢咁？不過拉比講就識講嘅喎。嗱，呢個拉比講就識講。咁啊，實際上喺猶太嘅拉比當中做唔做得到呢？我都話俾大家聽，喺耶穌嘅時代最做唔到嘅人呢，就係拉比、法利賽人、文士，
係犯呢一個耶穌基督指責嘅罪犯得最多嘅。跟住我哋再嚟到去睇一睇，論斷人點解耶穌基督睇得咁緊張，叫我哋唔好論斷呢？我哋繼續嚟到睇，因為論斷人嗰啲人係忽略自省啊，係自欺啊。喺邊度睇到呢？第3節，我哋一齊嚟到去讀一讀呢一段嘅聖經。第3節一齊，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喺呢段嘅聖經嘅當中，一個論斷人嘅人係對人哋就吹毛求疵，但另一方面嚟講呢，佢係一支手電筒嚟嘅。有冇人知道手電筒嘅意思係咩？係照人，冇人係照自己嘅手電筒，係咪啊？電筒係要嚟照人嘅，唔係照自己嘅。所以我哋睇得見呢，其實佢係一支手電筒嚟嘅，淨係照到人嘅，佢唔會照到自己，照到都睇唔到嘅。實際上，我哋見到呢一啲嘅人，點解耶穌基督話佢哋係乜嘢呢？係忽略自省，係自欺。喺呢段嘅聖經嘅當中咧，就話咧，你睇到人哋嘅眼有刺，一啲啲嘅錯，你都睇得咁清楚。但係自己眼中有梁木，大得咁淒涼嘅梁木，你竟然都睇唔到，點解？好簡單，耶穌基督呢一句嘅說話，唔單止講到佢對別人吹毛求疵，第二，耶穌都睇到佢唔審察自己，第三，佢唔體貼人。佢唔站喺人哋嘅立場啊，去諗一諗，即係話人哋咁做係唔係有特別嘅原因，係值得我哋甚至認同嘅呢？就好似顏回煲完飯攞俾孔子之前，攞咗一嚿塞咗落個口。如果你了解咗原來個詳情係咁嘅時候，會唔會我哋都多一份讚賞、欣賞？起碼唔好咁快出聲，去論斷、去窒人、去踩人呢？跟住第4，耶穌都講呢句說話，就好清楚講，係乜嘢呢？就係佢根本冇資格論斷人。如果你眼中，第4節，我哋一齊讀一讀第4節吓。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喺呢段嘅聖經好清楚，你自己眼有梁木啊，你點能夠對你嘅弟兄話，用我去掉你眼中嘅刺呢？所以喺呢段聖經就話呢，我哋自己本身根本就係冇呢個資格去做論斷。弟兄姊妹，睇翻自己，我以前係好中意窒人嘅人，我諗甚至信咗主初期呢，都好多唔同嘅批評。我對我嘅教會有好多嘢不滿，我曾經對我嘅傳道人都有不滿。不過呢，神係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嚟去磨我、教我，然後又透過啲人踩我，甚至我按牧嘅時候都有個牧師喺度窒我。你有仔女未啊？咩？點解按牧信德審查問我有冇仔女未咧？咁我話未喎，跟住佢就話仔女都未有，咁快做牧師做咩啊？我諗當時我心真係幾興噶，我以為信德審查係問佢，你可唔可以講講三位一體咧？你解釋下點解你咁信咧？啊，點解講講你個聖經冇誤啊？你點解會咁啊？我以為係呢啲嘢嚟噶嘛，我諗突然間抄家集喎。抄家集仲要問到我有冇仔女喎？我當時嘅心喺度拱拱聲。不過好在呢，當時一個牧者佢又好幽默呢一句嘢呢，唔係我哋嘅內容。耶穌都未結婚保羅都未結婚，按牧呢唔一定要係結咗婚或者有仔女嘅咁就打咗個圓場。但係呢，喺我做咗牧者之後，我話俾大家聽，我開始經歷，原來即係我哋嘅態度啊，你點樣對人呢，人哋就會點樣對你嘅。而第二樣嘢呢，原來真正建立人呢，係凡事說造就人嘅好話，呢個就建立。
咁我發覺到呢，當我哋睇到人哋嘅好處，我去欣賞嘅時候，但係如果睇到有啲呢係真真正正事實上係做錯嘅呢，我私底下去同佢傾。哇！頭先呢，我睇到咁，我聽到咁樣呢，我覺得對你對邊個都唔好喎。有冇考慮到其實用另一個方法嚟到表達會更加好呢？咁嗱，我會講嘅呢一個。但係我發覺當我肯咁樣做嘅時候，我唔會失去我嘅朋友。第二呢，我唔會令到人跌倒啊，唔會傷害到人。我好感恩。自從神將呢啲嘅功課俾我學到之後，我立志喺教會嘅裏邊係做一個建立人嘅人，唔係一個拆毀人嘅人。第二，我立志喺我牧養嘅教會裏邊，我堅持關係係要第一。The 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 in ministry is relationship。喺主嘅裏邊，我好清楚嘅知道，因為我哋唔係神。如果我係耶穌基督呢，我夠膽鬧。不過我唔係，因為耶穌基督睇清楚晒，所以佢對法利賽人嘅指責，因為佢清楚晒。第二，佢又知道佢哋嘅心諗乜啊？呢個先係緊要。連佢哋嘅心諗乜，耶穌都起晒底嘅。而第三，佢係神。第四，佢係審判官啊！將來佢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嘅，所以佢絕對有資格。但我唔係佢。但我仲要睇翻咧，耶穌基督喺佢自己講嘅時候都要建立嘅，都係建立嘅。我哋係乜人呢？咁跟住第三，耶穌基督講到不可論斷，因為論斷人者呢係偽善啊！我哋一齊讀一讀第五節。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了弟兄眼中的刺。嗱，耶穌基督特別針對係當時一班假冒為善嘅人。大家知唔知假冒為善嘅人喺耶穌基督嘅時代係乜嘢人啊？係法利賽人，係宗教領袖，係文士。佢特別針對呢一班自以為比人好、自以為道德比人高、自以為掂、自以為識晒一切律法，乜嘢都覺得自己了不起呢一班嘅人，佢對佢哋講：你哋呢班假冒為善嘅人，你不如先去掉你自己眼中嘅梁木，然後睇得清楚，先至去掉你弟兄眼中嘅刺啦。咁我哋睇到喺呢度裏邊，耶穌基督俾嘅原則，第一，先律己啊，去掉自己嘅罪先。第二，先至去幫人。第三，我哋睇得好清楚，呢一啲嘅人啊，假冒為善嘅人，實際上佢哋自己都唔覺得有需要添。喺邊度睇到呢？第6節，我哋讀埋佢啊。不要把聖物合舊，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弟兄姊妹，呢一句嘅經文呢，係成段經文當中最難解嘅一節。有好多嘅解經家呢，就將呢一節呢另外擺嘅，唔會擺喺第1節到第5節撈埋一堆嘅。但我發覺到呢，另外擺呢就風馬牛不相及，你都唔知要嚟做乜。耶穌點解講開不要論斷，就要將呢一段嘢擺埋落去呢？有佢嘅原因。我首先俾大家嚟到去睇一睇，猶太人對呢一節聖經經常用，係猶太人講嘅呢句說話。第二呢，經常講，我希望呢有2節嘅經文去。到底佢哋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呢？有一節嘅經文呢，就係彼得後書嘅2章22節，我讀俾大家聽。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捆。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適。有睇到吓？可唔可以再讀一次啊？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嗱，喺呢段嘅聖經呢，我哋好清楚睇得見，
猶太人佢哋對兩種嘅動物呢，都係用一種幾鄙視嘅態度嘅。一種呢係豬，覺得豬污穢啊、污糟啊，你洗乾淨佢又翻返泥凼嗰度，你再洗佢又翻泥凼，佢中意污糟嘅就係咁。狗呢一樣，將污糟嘅嘢吐咗出嚟，又再食翻添。所以咧，兩種嘅動物喺猶太人嘅心目中都係差極嘅，係被鄙視嘅。猶太人當時佢哋對外邦人嘅睇法，其實就係當佢哋呢就係豬，外邦人係豬，係污穢嘅。但另一方面咧，又當佢哋係狗啊，所以佢哋稱撒瑪利人呢係狗嚟嘅。我哋而家試一試睇睇呢一段嘅聖經，猶太人解佢哋點理解嘅呢？我睇過佢哋嘅理解係咁樣嘅。佢話呢一段嘅聖經係非常優美嘅。點優美法？我哋一齊睇睇個表啊！就話用希伯來文同埋亞蘭文嚟到睇馬太第7章第6節，係一個非常漂亮嘅對句同埋對偶嚟嘅。首先，命令上下節完全一致，不要把，有冇睇到啊？不要把，嗱，呢個係動詞，不要，呢個係 negative， 即係話不要，唔好，係一個命令，不要負面嘅。把又係一個動詞嚟嘅。然後跟住第二對嗰個即係珍珠嘅部分啊，首先珍珠嘅部分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把，又係同樣嘅。然後跟住呢，到底嗰個嘅 object 嘅，即係嗰啲嘅副詞係乜呢？佢話你哋不要把聖物，聖物按照希伯來文呢係叫做 kadosh，kadosh，K-A-D-O-S-H，kadosh。嗱 kadosh 呢，因為希伯來文係冇響音嘅，佢只係用咗幾個字母嚟到表達，一個就係 K， 第二個就係 D， 第三咧就係 S-H， 就係 shra 呢一個嘅字。所以呢，嗰個嘅 K-D-S-H 就係代表緊呢一段嘅聖經所講嗰個嘅聖物。聖物係咩呢？就係嗰啲寶貴嘅嘢，最正嘅嘢，係神嘅恩典、神嘅禮物，就係講緊嗰啲。而跟住下半節呢，也不要將珍珠，珍珠係 kadashah 係亞蘭文，但亞蘭文呢亦都係冇響音嘅，俾大家知道。咁到底個雅音係乜嘢呢？又係一樣 KDSH。而到底珍珠係乜嘢呢？珍珠就係寶貴嘅嘢，所以上文又好，下理又好，兩節呢完全一致，都係唔好將嗰啲最寶貴嘅嘢、最正嘅嘢，佢哋嘅意思就係話神嘅禮物、神嘅救恩、神嘅福音，然後去吸狗或者丟在豬嘅前面。原因喺邊呢？因為佢哋會糟蹋嘅。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喺猶太人嘅心目中，佢哋以為狗就係撒瑪利亞人，豬就係外邦人，都係不潔淨嘅。你將嗰啲嘅救恩俾佢哋，將福音俾佢哋呢，係叫做糟蹋，係嘥。咁我哋要諗一個問題啦，點解耶穌基督要喺呢一個嘅地方嚟到將呢一節嘅聖經擺喺論斷呢一樣嘢嘅上邊呢？弟兄姊妹，耶穌故意用翻猶太人佢哋呢一節嘅說話，佢嚟到講到嗰啲狗、嗰啲嘅豬，如果係唔識得珍惜聖物，唔識得珍惜神嘅恩典，唔識得珍惜救恩，唔識得珍惜神一切嘅豐富嘅話呢，咁呢啲狗同埋豬呢，就唔係外邦人。因為耶穌基督喺聖經裏邊多處多方同我哋講，外邦人佢哋對神個救恩嗰種嘅接受性係遠比猶太人仲好啊！10個長大麻風嘅人全部得醫治，邊個翻轉頭嚟到多謝耶穌啊？
唔係猶太人，係一個外邦人。撒瑪利亞人嘅故事，一個猶太人嚟嘅，呢個係受咗傷啦，俾強盜打到就嚟要死啦。三個人經過，祭司經過，利未人經過，撒瑪利亞人經過，係邊個去救呢一個被打傷嘅人啊？耶穌基督話係一個撒瑪利亞人，呢個係你嘅同胞嚟嘅添啊！傷成咁嘅樣，祭司唔理，利未人唔理，呢啲係已經係宗教嘅領袖，係對律法、對神嘅說話、對神嘅福音非常清楚嘅人，但係你哋可以竟然置諸不理，而真正願意回應按神嘅心意嚟到去接待呢個人，係一個撒瑪利亞人。到底邊個更加不配，係更加嘅唔應該去接受神嘅禮物，更加會糟蹋神嘅禮物呢？耶穌基督喺呢個地方由第一節到第5節好清楚講，就係嗰啲論斷人嘅人。因為論斷人者自覺唔需要禮物，珍珠即係神嘅赦免同埋救恩啦。因為佢掂啊嘛，佢論斷嗰啲人唔掂啫嘛，佢自己斷啦，掂啦。第二，論斷人者先至唔配接受呢個聖物，神嘅赦免同埋救恩。第三，猶太人特別係法利賽人同埋文士係論斷人嘅人，甚至佢哋係咬傷嗰個賜禮物嘅主基督啊！喺呢個嘅地方，直接就同聖經裏邊所講嘅完全一致，係轉過來佢就咬你哋啊！你俾禮物佢，佢反而轉過嚟咬你哋添。所以呢，耶穌嘅結論就話，論斷別人嘅猶太人先至不配接受聖物，不配接受珍珠。換句話嚟講，佢哋係不配接受赦免同埋神嘅恩典。馬太福音15章22到28節，好清楚嚟到去講及到迦南嘅婦人。喺呢個地方講咗一個特別嘅比喻，就話呢個婦人去拜耶穌基督嘅時間，你幫助我啦咁。耶穌基督話俾佢聽，唔好將兒女嘅餅丟給狗吃。婦人話：主啊，唔錯，但係狗亦都吃佢主人台上邊跌落嚟嗰啲嘅碎渣滓。耶穌喺呢個地方對佢咧好大嘅讚賞。我哋一齊讀一讀28節。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求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他的女兒就好了。喺呢個嘅地方，佢女被鬼附，佢想耶穌嚟到去醫佢。然後耶穌就話咧：我奉差遣不過係到以色列家迷失嗰啲羊嗰度，點解你喺呢度截住我咧？咁樣跟住咧就出現咗一段咁嘅對話。弟兄姊妹，喺呢段嘅對話裏邊咧，耶穌係非常明顯嘅嚟到講到，你嘅信心係大，照你所求嘅成就啦咁樣。跟住我哋睇翻耶穌基督嘅教導之後，到底我哋點樣去回應呢一段嘅聖經啊？弟兄姊妹，我想問問大家，有幾多人有論斷過人喺個心裏邊對某一啲嘅人，你唔中意嘅人，你論斷過嘅？可唔可以舉手啊？我第一個舉啦吓。有時候真係噶，雖無過犯，跟住點啊？面目可憎。有時候個心，我哋要承認。跟住第二樣嘢，有幾多人曾經向過人懷怨，以至到你一有機會呢，你就會講衰佢嘅？可唔可以舉手？特別嗰啲傷害過你嗰啲人啦吓。OK， 第三呢，有幾多人試過妒忌啊？因為妒忌嘅緣故呢，去講衰嗰啲你妒忌緊嘅人，可唔可以舉手？有試過吓，我都話俾大家聽，我都好妒忌我哥哥
即係俾爹哋咁錫嘅嚇，俾爸爸咁錫啊，所以有時候都會煮佢嘅嚇。咁呢個係一個論斷，都俾大家知道。而跟住第四個方面，有嘅人你覺得同佢之間咧係有啲嘅嘢咧係利益上嘅衝突，所以有時候咧你都好想有機會就踩低人論斷嘅。可唔可以舉手？有幾多人都試過？嗱，今日咧係我哋嘅機會，我哋需要大家立志喺主嘅面前認定我唔係神，我唔係知道所有嘅嘢。第三，我知道嘅嘢都好啦，我未必知道個原因，可能我估錯咗人哋嘅動機咧。第四，我唔係法官啊，我記得我唔係法官，因為咁樣嘅緣故，我哋可以針對係一件事，但係揾當事人澄清，但係就唔好背後去講，更加唔會去論斷。有幾多人願意立志嚟到做一個我唔去論斷人嘅人？請舉手。我哋感謝神，感謝神。神睇到我哋嘅手，佢都知道我哋嘅心。願我哋日後係因為凡事說造就人嘅好話，但係當有呢啲嘅事情出嚟嘅時候，我哋就針對呢件事，目的要建立呢啲嘅弟兄，讓佢做嘢更加小心，讓佢做嘢更加謹慎，唔好犯錯。我哋用一個咁嘅心建立。請大家低頭，我哋一齊祈禱。親愛的主耶穌，多謝你，你嘅說話真係一針見血。2000年前你講嘅說話，一點一畫都唔會廢去，都要成就。求你幫助我哋一班不配嘅人，有好多嘅時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哋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有時行出嚟卻由不得我。憐憫我哋，因為我哋實在需要你，亦都保守我哋嘅心，係因為你嘅說話，以致到我哋繼續不斷提醒自己唔好論斷人。但係另一方面，當聽到人哋對我哋有批評嘅說話，讓我哋心存感恩，知道佢係為我好，免得我以後繼續犯錯或者犯大錯。如果我哋冇嗰啲嘅事，冇嗰啲嘅罪，又讓我哋嘅心裏邊感謝神，但係謹慎，因為點解？因為人哋都會睇住我哋做人。求你帶領，一切嘅嘢都係出於你嘅恩典。如果冇你，我哋根本做唔到。天父啊，你幫助我哋，奉靠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